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係 Sandy 仔帶你去旅行啦。今次喺台灣日月潭啊，啱啱坐完船，導遊姐姐好好啊，俾我哋上岸嚟呢個圓光碼頭上面可以睇下呢個日月潭嘅風景啦。另外呢度好介紹喎，有一個婆婆嘅茶葉蛋啊，好出名，只有呢一個島先可以食到啊！俾大家睇下先啊，買翻一兩粒試下先，難得嚟到。我上一團到而家應該係撐咗差唔多9個月冇嚟過台灣啦。哇，嚟到咁啱冇人排隊喎！哇，呢度好出名。哦，一個15蚊，兩粒就30蚊。你好，我要2個吧。好的，謝謝。就是讓我們帶你一樣啊。好，謝謝。小孩子嘅時候哪裡？好，哇！買咗2個茶葉蛋啊！哇，試下先。米啦15。嗱，呢個日月潭香菇茶葉蛋啊！哇，係婆婆嘅，好出名啊！聽聞台灣嗰啲電視台都嚟訪問嘅，好犀利啊！好多遊客添，泰國人都有。ลูกละ15。我哋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เหลือ30。哇！呢個島好舒服啊！下次有機會嚟到呢個島，就記得嚟呢個阿婆香菇茶葉蛋試下啦，打個卡。耶，好味道，拜拜，下次再介紹。